大家好，我哋係嚟自澳門陳瑞祺永援中學小學部嘅同學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，澳門作為高降雨量、高濕度嘅沿海城市，每逢雨季，行人路經常出現積水、青苔滋生嘅問題。傳統嘅不透水磚塊，雨水只能靠地面坡道排走，一旦雨勢過大，就會水浸，影響行人安全。為咗解決呢個問題，我哋引用海綿城市嘅理念，希望使用一啲環保材料，製作具吸水或透水性能嘅磚，減低路面積水嘅情況。我哋嘅研究主要係用農業廢棄物，例如椰糠、稻殼、珍珠岩等，探索唔同鋪面組合對磚塊吸水性能、鎖水能力以及結構強度嘅影響。今日我哋會分享實驗設計、材料比較以及測試結果。我而家要介紹我哋測量磚嘅方法。我哋用咗5個方法嚟測量磚。第一，我哋測咗佢嘅透水率。我哋將嚿磚放喺個漏斗度，然後將水倒落嚿磚度，然後個漏斗就會流出水或者唔漏。然後我哋將佢倒入嘅水量除以磚表面乾嘅時間，就得到佢嘅透水率。數值越大，代表越透水。第二，我哋測咗佢嘅吸水率。我哋將一共倒嘅水量減去漏嘅水量，除以總共嘅水量，就可以得出佢嘅吸水率啦。越接近1越好。第三，我哋測試咗磚嘅內磨損，用嚟模擬人喺磚上面行嘅時候造成嘅磨損。我哋攞咗我嘅波鞋摩擦15次，然後將磚原來嘅重量減去測試之後嘅重量，就得到內磨損嘅 percentage。第四，我哋測試咗佢嘅抗壓強度。我哋由一個固定組員43 kg 踩上去來往10次，同埋跳10次，去測試磚有冇爛或者有冇裂痕。最後，因為我哋嘅磚有一定嘅透水孔，考慮到我哋嘅環保磚會喺路邊，會有沙塵影響我哋磚嘅性能，所以我哋測試埋佢嘅抗堵塞性能。用嘅步驟同第一步差唔多，都係用漏斗倒水測試透水，但係我哋喺透水之前加咗沙，再去倒水，睇下磚嘅性能嘅變化。由我介紹今次實驗嘅材料選擇，同埋單層、雙層磚嘅設計構思。今次實驗我哋選用嘅材料有火山岩石粒、純天然稻殼炭、原生稻殼、小米石、珍珠岩、椰糠土同埋鵝卵石。透過觀察測試，原生稻殼、椰糠土、珍珠岩輕鬆多孔，吸水透水效果一流。火山岩、小米石同埋鵝卵石都能夠強化磚體結構，提升堅固度。不過我哋發現，淨係用吸水材料做出嚟嘅單層磚，雖然排水快，但係硬度唔足，容易損壞。如果加重堅硬骨料，又會令透水性變差，兩種性能就難以兼顧。正正因為呢個難題，我哋先構思研發雙層磚。我哋將雙層磚做功能分層，上層選用椰糠土、珍珠岩，主打快速吸水鎖水，解決路面積水問題。下層搭配小米石、鵝卵石同稻殼炭，負責加強承重同埋加速排水。利用上下層分工配合，完美解決單層磚透水同堅固唔可以共存嘅缺點，更加貼合澳門戶外步道實際使用嘅需求。最後由我為大家整理今次所有實驗測試嘅最終結果。我哋一共完成11組唔同配方嘅實驗測試，透過透水、吸水、內磨、抗壓、抗堵塞5項指標逐一評分對比，揀出綜合實力前3名嘅磚。第1名係編號033001嘅單層磚，由小石米、沙、水泥搭配原生稻殼製成，配方配比十分均衡，無論透水速度、吸水能力、內磨同抗堵塞表現都相當出眾，整體綜合實力最強，係今次實驗當中表現最好嘅一款磚。第2名係編號043001嘅雙層磚，上層運用水泥、珍珠岩、椰糠土負責吸水鎖水，下層加入小石米同稻殼炭加固結構，有效彌補輕質材料硬度不足嘅問題，兼顧實用性同耐用度。第3名係編號032502單層磚，將稻殼替換成椰糠，吸水鎖水表現穩定出色，磚面平整內磨，十分適合人流眾多嘅公園同廣場使用。3款磚各有優勢，經過43公斤踩踏測試都唔容易開裂變形。總結今次研究，我哋成功運用農業廢料研製出適合澳門潮濕多雨氣候嘅環保透水磚，既可以有效改善路面積水嘅問題，亦都實現廢物循環再利用，實踐海綿城市嘅環保理念。多謝大家嘅細心聆聽。